起，风唱作了戏。云里谁不惧被嫌弃？我只吃真味堂的半糖宫廷蜜饯。那算了。哎。 好甜。陆怀，你个畜生，我给你骗了！畜生！我父亲从你出生入死那么多年，你就当着我们的面把他杀了！陆怀，我父亲当你是兄弟，你当他是什么？你利用他，为你谋平清月之路。陆怀，你不是人，你简直不是人的陆怀！听说你当时被你渴死的，活该你天上孤星，不得好死！陆怀，简直是报应，报应！ 你还我父亲！你还我父亲！让开！害怕的话，就离我远一点。金秋，把人带走。你不能好死！你不能好死！陆怀。至于你，在我回来的时候，不想再看到你。管家先生，能不能向您打听点事儿？你还是回去吧。哎呦，苏大小姐，你这是折煞老夫呀！今日有位孕妇说，陆大人是天煞孤星，不得好死。我看他十分在意这句话，是何缘由？陆大人心情不佳，我真的有些担心他。其实今日是大人的生辰，但也是大人娘亲的忌日啊。什么？唉，也是可怜。自大人的娘亲走后，大人便再也没过过生日啊。二小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我偷看了爹的百官册，知道今天是陆大人的生辰，我要给他去送一碗长寿面。二小姐真是冰雪聪明，说不定她一高兴就不为难老爷和殿下了。再加个蛋好了。陆大人，有事吗？姐姐离家后，我很是担心。听说陆大人收留了姐姐，我十分感激。想回报大人。听说今天是陆大人的生辰，我亲手做了长寿面，希望大人不要嫌弃。我做了一个下午，都成面糊了。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开过光的幸福牌。不用找了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辰？想了解的人，自然会去了解。
其实。小姐，这花还洒吗？小姑娘，你扔地下的花瓣得打扫干净啊！你要做什么？陆怀，生辰快乐！这是我送你的生辰礼。你送给我的生辰礼物是早生贵子。嗯？什么？早生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就是太着急，我买错了。我的意思就是，说，你不要小瞧了这个牌子。早生贵子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未来你以后可以生2个孩子的话，那这2个孩子说不定还能再生很多个孩子，这样过不了多久呢，你们家就可以人丁兴旺。所以呢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你是天煞姑。不说了。这个礼物我收了。怎么了？可是你们家连个像样的待客茶水都没有，你怎么会想要升官发财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发现吗？你们家都是最便宜的散装茶叶。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挑三拣四吗？所以说，你一个不喜奢华、对生活质量没要求的人，你要升官干什么？他的夫君独治，害得新任状元枉死。如果我不当场做决定，圣上恐怕会牵连他全家老小。所以，你不解释的原因，是因为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你。是因为没有人想听。
陆怀，我想听，以后你可以说给我听。陆怀，陆怀，这个药浴是我精心调配的，药力发散时不可阻滞，须得敞开衣物，泡足2个时辰，便可保他性命无虞。纸笔舞散去，光亮起，且似雨，轻一句，一蓝缕，走过的痕迹，被诗人标记，风唱作了戏。凌云里谁不惧被嫌弃？此万缕在博弈生死局，不由几舍无尽的影子来去，一阵微风捎来一日。他出现在浮华院，分明是偷听到了我和金角的谈话。他故意接近我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盯着我做什么？宋云起，你接近我到底是？哎，这药是给我喝的吧？我只吃真味堂的半糖宫廷蜜饯。那算了。哎，
我是得不到了，我呀是娘，对不起。娘，我遇见了一个人，他很吵，总是叽叽喳喳个不停，爱漂亮，爱撒谎，性子还很倔。你总是跟我说，我会遇见一个人，和我生死相守，不离不弃。以前我不信，现在我信了。不过我可能留不住的，他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毕竟凤鸟不属于野狗的世界。你说的对。虽然他被赶出了家门，但以他的性子，只要想，肯定能找到办法回他的金窝去，然后和纯王早起画眉，日晚同归，白首不相离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说会道？跟你学的。所以一个愿意为你挡剑的姑娘，此时不追，更待何时？难道你不想留住她吗？留住她吗？大人，天气好的时候，把他屋里的被子扇一扇。还有，以后在鹿宅，他可以随意走动，不再盯着他了。小姐，有件事我跟您说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。说。二小姐要把夫人院子里桃花树砍掉。什么？小姐，你注意伤口啊，小姐。小姐，小姐。住手！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住我娘的院子，还砍我娘的桃花树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这院子是爹爹让我随心情布置的。是我。是我让砍的。这是我娘最爱的桃花树。莫说是棵树，便是你娘现在跟相府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别在这里迁怒旁人，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，骄纵跋扈，肆意妄为。现在到了如此地步，这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，报应！给我滚！